中东地区情势紧张，伊朗攻击伊拉克国内美军的军事基地，俄罗斯的总统昨访问叙利亚嘛，引人注目。蔡英文总统继续骑吉普车来去台下晡新闻。咱先来讲国际上中东的局势愈来愈紧张。伊朗这国顶日就讲会报复美国暗杀因的军事头人苏莱曼尼这件代志。正月初8透早，伊朗正是针对因隔壁伊拉克国内美国军队的平安营发射10多粒炸弹。美国国防部当嘛证实讲，尚无有2大空军基地已经互人攻击了。乌苏苏夜空出现插白嘅光，也互中东局势更加多变化。为了保护美国自杀国该将领苏莱曼尼，伊朗伫当地时间8号透早发射导弹，攻击美军驻伊拉克的空军基地。伊朗电视网播放的影片会当清楚听到爆炸声，也有人看到赶紧离开。根据伊朗法斯通讯社，伊朗革命卫队攻击了美军驻守地德以及埃比尔机场附近的空军基地。美国五角大厦随后证实这项消息，并且指出伊朗发射在几粒的大导飞弹。美国媒体报道，总统川普将伫美东时间拜日暗时发表全国演说，言到美军是世界上强大的军队，伊马在会发表声明回应。川普进前已经放话，伊朗敢报复就试看卖啊。We're prepared. We're totally prepared, and likewise, we're prepared to attack if we have to. As retribution. Let me reiterat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seeking a war with Iran, but we are prepared to finish one. 川普甲美国国防部较早表示，对战争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对媒体追问美国敢会为伊拉克撤军，川普也再次强调，今嘛唔是适当的时机。At some point, we want to get out, but this isn't the right point. If we leave, that would mean that Iran would have a much bigger foothold, and the people of Iraq do not want to see Iran running the country. That I can tell you. So we'll see how it all works out. 伊朗媒体报道，发动攻击的伊朗革命卫队强调，攻击才拄开始，美军上好较紧脱离，若无被放过美国，甚至呛声，若是美国反击，不排除攻击美国本土。伊朗外交部长表示，因根据联合国宪章做出了防卫行动，保护伊朗的人民。记者综合报道。伊朗的学生通讯社 ISNA 这个有官方经营的身份的媒体，单只报道讲，有一只波音737的飞行机伫因国内起飞无偌久，就因为发生故障来失事。本地这班飞机是要飞去乌克兰，顶头上无170个人，已经拢遭务不幸了。失事的飞行机是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经营的，班机的号码是 PS752。正月初8透早，飞机是按伊朗的首都起飞，结果才2分钟就和追踪系统失去联络。冇人翕到飞行机要摔落来进前，就已经导火。落尾是伫平地爆炸，消防人员已经赶去到现场救援了。咱地图踢开，伊朗的倒手边就是伊拉克，伊拉克个倒手边就是叙利亚。伊朗目前对叙利亚目前的总统阿萨德嘛真支持。明明即阵美国下面当伫咧西俄照角，打算换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昨临时临邀去叙利亚行达，佮含总统阿萨德会面。这个访问的时机真正引人特别注目。叙利亚总统阿塞德伫大马士革一个俄罗斯军队战地指挥所，今日来访的普京，双握手真欢喜，到庭听俄罗斯伫当地部队指挥官讲局势。普京表示，伫恢复叙利亚的国家地位、甲领土完整方面，已经有重大进展。伊伫大马士革街头看到和平的现象。阿塞德嘛对俄罗斯表示感谢。迄天1月初7是当政教的亚代赛，普京向驻地俄罗斯部队恭喜，嘛甲阿塞德到庭参观清真寺甲大教堂。叙利亚内战爆发109年以来，俄罗斯一直支持阿塞德政权。2015年，佮派兵介入83天。普京伫2017年12月份去叙利亚西北部拉塔基亚俄罗斯空军基地，宣布俄罗斯任务已经完成。不过，普京这摆雄雄去大马士革，时机特别引起关注，因为美国初3暗杀伊朗革命卫队圣社军的指挥官苏莱曼尼，伊朗就抓要报仇，中东不安。伊朗是军援阿塞德政权的重要盟邦。叙利亚东北部冒反恐作战的美军伫遐，未来可能变做伊朗甲美国冲突的地点。对此，普京警告苏莱曼尼死亡可能会让区域情势严重恶化。
在普京飞机土耳其吹飞会伫伊斯坦堡参加连接俄罗斯甲土耳其天然气的供线开幕仪式，伊甲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来举行会谈。记者综合报道。咱将镜头刷转来国内，来讲蔡英文总统今日继续骑吉普车扫街一手拜票。早起伊是先走中华湾林这线，讲到韩国瑜批评伊毋但是三军总司令，佫是网络顶头专门咧生言造语、借刀杀人迄款网军的总司令。蔡英文总统是讲选举毋通掠国军的代志来做文章，军酸笑较好。小一。总统蔡英文专台车队扫街来到园林，伊强调中部是上关键的政区，所以一定会用尽所有的气力来争取中部选民的支持。伊嘛再次呼吁，希望民众伫咧1月11号投票当天会使登去投票。有关投票率，面对对手韩国瑜讲伊是4军的总司令，蔡英文认为袂使客国军来讲生笑。不要把这个国军的事情拿来随便做文章开玩笑，这是不好的了哈。那我也了解，韩国瑜市长老是说我是这个网军的头吧，哈，这个我要在这里讲，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啊。那网络上确实有很多年轻人支持我啊，但是我做的不对、做的不好的时候，他们也批评我啊，把他们说成是网军，这是不公平的事情。蔡英文表示，国民党一直甲伫咧网络发言的民众，拢讲这是网军，相当的无公平。国民党家己所成立的网军，也可有中国的网军。韩国瑜从来就拢无评论，无应该有两套的标准。蔡英文嘛认为，韩国瑜用看骹腿来比喻是真奇怪的讲法，应该家己好好检讨伫咧放牛班的各样事情。这个是很奇怪的讲法了哈，但是如果用他的逻辑的话哦。那他现在的高雄市政确实是在放牛班了哈，所以他应该要想想看，他面对这个高雄市政是放牛班，他用他的逻辑应该要好好的想一下吧。选前上尾一个礼拜，韩国瑜电影密集投放电视广告。蔡英文嘛认为，这甲韩国瑜一直咧营造的素面形象无共款，重点应该提出更加侪证件来说服民众，唔是干那只有选举的口号。记者江华综合报道。咱国驻日本的代表谢长廷，昨讲到伊顶一回碰到卡神杨惠如，是伫咧看12强野球赛的时阵。不过，迄当阵杨惠如是和韩国瑜的看手坐做伙呢。当韩国瑜的电影嘛出来应声，讲若这款话是白贼，因阁批评谢先生创办的新文化基金会，拢用网军咧操作新闻的议题抹黑韩国瑜，因讲会去告谢长廷违反选罢法。准备真侪帮啊，韩办发言人王春秋开记者会，提出证据，驳回助理代表谢长廷。正讲韩国瑜因某李家芬甲杨惠如斗阵看球赛，暗示两个人交情真好的讲法，是公然讲白贼，嘛批评新文化基金会是网军操作议题，抹黑韩国瑜。批评己方的新闻要把它拉出来，然后在下面护航。如果是对手的，则加强攻击力道。他们用 FB 跟 Line 买很多的账号来做这些攻击，这些攻击是包括了是帮自己的人护航之外，要攻击对手。韩办下一个行动会对谢长廷正式提告，意图互人袂当选，嘛呛声袂提告，嘛针对有平面周刊报道韩国瑜一个会议不想要申请移民加拿大，韩办表示无关话题袂阁回应，则会降低发言的含金量。那么其他所有无关总统候选人参选资格的问题，都只是满足大家在快炒店、快炒摊、八卦、开心娱乐的话题。那这样的话题呢，我们认为我们的发言人团队呢，没有意愿，也不屑去回应。韩国瑜初杯原定有会议，无公开行程。后来改变行程，表示来参加记者会，不过又个取消出席。王春秋回应是另外有行程安排。韩国瑜下晡会接受媒体访问，嘛呼吁选前最后时间，支持者会当站出来。出席初九，国民党凯达格兰大道800万民众站出来活动。记者综合报道。亲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宋楚瑜早起嘛伫中部，徛踮吉普车顶扫街。伊阁讲家己进前是伫咧中台湾食甲菜，这回共款要踮遮阁再徛起来。伊嘛要求马英九前总统都要说明讲，安怎会属于中影、中共和中视这国民党的东山。
尤其宋楚瑜佫讲，国民党党内真侪头人看到对方的官员，头壳就沉落去，腰接骨就压落去。 选前最后时刻，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登过头一次车队扫街拜票，连续2天选伫中部。宋楚瑜唱讲中台湾的支持，表示当初是为遮搬落去，慢慢为遮重新徛起来，搁较要换回民众对着老省长的记忆。而讲到最近前总统马英九积极在互选，宋楚瑜炮火全开。马英九，你应该公开的向大家说，贱卖3中的钱到底到哪里去了？ 把这些国民的党产都送到哪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为什么国民党发不出薪水，但是买办荷包里面满满的？宋楚瑜批评真侪国民党的政治人物，拢是两块买办改赞，见到对方的官员就压甲真低，搁我批评马前总统，连个贱卖3中之外，嘛要将党产的问题讲个清楚。随后讲到年金改革，要拿力好好来检讨，嘛要将年金改革的钱找到回来。不是没有钱啊，国民党过去把国产变成党产，党产变成私产的钱，把它找回来。 那不就是这些年金改革的钱都有了吗？把民进党贪腐的这钱找回来，我们年金改革的钱不是都有了吗？宋楚瑜表示，跟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分头来揪政党票的声势，未来伫国会买来合作，强调家己只有做4年，要来打破那里对决的态势，而批咱打力的炮火真猛，像讲1000个千人的支持甲认同。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前总统陈水扁。 早起嘛，针对马英九提出3项疑问，因为伊去到艋舺龙山寺行香，甲一边一国行动党斗唱声势。陈水扁佫讲，马英九若是不服，通来关林马的面头前就抓，互新民做见证。同款伫龙山寺内底，前任的台北龙山运销公司的总经理吴音玲，嘛去替台湾基进这党扣票，佫掠话批评郭文铁领导的台湾民众党。 选举只剩3天，前总统陈水扁最近动作真多，唔但替候选人徛台电话拜票，车伯也佮特别经在10点10分到龙山寺参拜，求观世音菩萨着爱保庇大选平安顺遂。最近陈水扁对前总统马英九提出3个疑问，指控2002年富邦金控和台北银行合并是马英九所做的政治决定，而且批评马英九涉及特别费的案件去互判无罪，不过家己的国务机要费却去互判无期徒刑。 对2004年的319枪击案，搁较背后马英九自导自演的讲法，但对边爱马英九到新民面头前就业指控。咱的观世音菩萨、甲天上圣母妈祖婆、甲众新民，绝对拢总会当做上界好的见证。马英九，你若不服，啊无。 共这个所在，你来就算。并一国党表示祝福，像万华大同侵略选区，伊也口说民众党主席郭文铁。咱即卖就是吼，看破就好啊，看破讲即个政党吼，民众党即个政党无啥物值得咱期待咧。咱台湾需要的毋是台湾民众党，咱台湾需要是像台湾基进党这样少年的政党。安尼民众党是由不分区立委被提名人蔡碧如、高虹安等人到基隆的传统市场甲公庙参拜，替选情加温。随着要登票啊，决定赢抢选票，随人拍拼。记者阿敏金、陈玉水、蒋建功台北报道。网络顶头有人将中国中央电视台咧讨论台湾选举的节目转过来发布，佫写文章赞讲台湾民众党都成立无偌久，哪有通得到这个节目内底共产党专门咧支持咧？早起台湾民众党专工去到地检署，讲要告这个网友。人问起党主席郭文铁，讲伊总统到底要支持啥人？议员含珠不吐，无讲明。台北市长郭文铁出席活动，民进党立委候选人和地位造势车队拄好经过，和当地受访问的郭文铁必须爱暂停。这次选得很轻松啊。讲对方选甲真轻松，但是郭文铁带队要抢进国会，煞是充满挑战。中国节目讨论台湾大选，阁有台湾民众党，有网友发文写民众党成立无偌久，阁有中国共产党专门的支持，民众党再起大动作到北检提告。这种系统性的假新闻啊，有时候其实真正要的是自律的。那如果说所以后来他们党部还是决定说提告，一直要把那个 IP ID 你知道对一对，然后按照他们以前发问的记录，这个做那个 mapping， 你知道很快就抓出来了。拜
拜六个要投票，国民党手头的迄张总统票敢有做好决定？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预言，国民党上尾会支持韩国瑜，但是伊本人犹原无要讲。大概不会再做什么改变的啦。我跟你讲，都已经剩下3天要投票了，不表态就是我的表态了。国民党对总统无表态，甲真鸿海董事长郭台铭的关系嘛，一直互外界看拢无。郭台铭已经启动电话拜票，讲甲足清楚，爱大家甲进党票投互亲民党。毋过早起伊受访的时阵，重申国会按2个大2个小。另外对家己表态支持，受到1国2制影响的店家，伊强调爱坚守中华民国的原则。我觉得现在是一个蛮尴尬的时期，大陆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那我们今天难道就因为意识形态就不要大陆的市场？但是呢，我们要坚守中华民国的原则，这是不会改变的。为了甲郭家军李进送入国会，郭台铭替伊辅选真侪届，佮有个下晡会伫面前发布政策，要争取中央选民的认同。记者综合报道。咱往来看立法委员的选举，昨暗分林保长者有一个张先生，因为无爱互人来伊的餐边，甲一块反对同性恋的布条，所和对方发生纠纷，去互3、4个人饲咧争。张先生嘛是民进党立委候选人苏治芬后援会会长，苏治芬的总部已经打出来谴责暴力。后备分局这边是讲，警方会查明事实，才将这条案移送分林地检署侦办。倒咧白村地面的张姓男子，照下晡5点外，在云林保中乡，疑似因为反对有民众将反同婚的布条挂在伊的餐边，和挂布条人士发生纠纷，被3、4个人压咧拍，赶紧敲电话请人送伊到病院。对啦，受伤。我腹肚啦，腹肚大腿啦，头啦，拢大站啊，拍大站啊。因为这名张姓的男子是民进党立委候选人苏治芬保长后援会会长，苏治芬竞选团队昨暗时在后备总部召开记者会，谴责暴力的行为。但徛名挂布条云林县议员蔡明水表示，这是双方理念无同，并不是选举的暴力。但若是有新人士想要故意炒作议题，伊感觉真无好。是因为理念的问题的款，我是认讲，可能理念大家有差距吼，无共款。阮只是提出我的诉求，讲，同性结婚我都无认同，干那安尼尔，这甲选举跟暴力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初步认为呢，这个只是说一些理念上的不同，对。那我们初步是有卡到一些选举的暴力，可能就是说一些选举的政策，大概两边的人两边都是一般民众的一个身份那大概就是理念上的不同。警方表示，经了解，双方的伤势无严重，无哪愿意来核心的原因，警方阁需要调查，卖将证据还原代志经过，并将专案移请云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记者为您报道。咱来看台东县内，因为有的乡镇市真吊腕，选票咧送过程嘛加真复杂。台东县的选委会已经好绿岛和兰屿这2大的选举票，再去趁好天，再去交2边的乡公所咯。尤其这回党票敢若长度到76公分半，选务人员咧点咧算甲咧包装，是都要特别斟酌、特别注意。初八透早，台东县选委会调集台东市、卑南乡和成功镇3个人口较侪地区选务人员，到台东县政府大礼堂点选票。这届大选有5种选票，其中白色上长的一张选票是政党票，有19个政党，长度是76.5公分。这是到目前为止上长的一张选票。选务人员咧点的是嘛特别细致。台东县的选票运送较特殊，16个乡镇市大部分拢真偏僻，佮包括2个离岛。选举总人数有17万9千多人。受到外岛天气无稳定的影响，台东县选委会决定初7提早予绿岛和兰屿乡公所甲选票点了。初8透早，兰屿的选票用飞机运送。绿岛是坐早班客轮，专程由警方介护送去2个外岛。因为今天我们有预估到天气可能会有锋面会来，怕船飞机会有一些变化 delay， 所以我们就提早在昨天晚上就请他们先来典礼这样子。台东县选委会表示，初9台东县其他11个乡镇市的选票嘛点好，送去各乡镇市封存，嘛会请各警分局加派员警保护选票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鼎新集团的董事长魏永昌，因为牵涉做歹油出来卖人这条案，判刑确定，执行4年8个月有期徒。最高法院伫咧正月初2，嘛将伊的控告驳回。早起伊去台北地检署执行科要报道，连日假进前，佮申请看敢会当暂案。
检察官依案驳回，确定接罪落监。魏永昌因为油品成分表示不实，互法院以诈欺处宰者的罪名判决2年，入狱1年8个月了加释。不过，伊佫牵涉鼎新公司做歹油的案，不法的得利超过1亿，最高法院将伊判决5年9个月，2条案合并执行4年8个月。今年伊确定是无法度点出人围路了。来讲，昨台北市议会三读通过台北市外送平台业者管理自治条例。强制要求遐个伫咧网络接食食的订单，才派工课互人去送业者，定着爱替手下的送餐人员保几年冬日连眠意外险。毋过有一个民间咧推动共享经济协会，早起嘛出面批评这条条例，立法有较官讲，话内容考虑了是无够周至。骑乌托邦经过大街小巷，外送人员希望伫上帝时间会当将烧火火的火料送互人客。毋过伫外送商机流行时阵，外送人员车祸死伤的意外嘛生。台北市制定的外送平台业者管理自治条例，议会三读通过，上紧2月底会当实施。毋过早起，共享经济协会就召开记者会，认为立法过程上过赶紧。外送员他如果注册了某一个平台。那在这个现在的这个法规的这个解释当下，它有可能是一日外送员终身意外险，因为它其实是有可能注册之后，它就可以享有非常多的这个保险的保障。随上台北市自治条例草案拢总有16条，其中较受到业者关心的第4条，也就是外送人员甲平台业者是咪契约了后，业者爱替外送人员投保意外险，那是因为意外伤害造成失灵或者死亡，保险袂当比200万块价。伫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部分，实际支付上价保险金额3万块，另外支付上价保险每工1000块。嘛，强制要求外送业者应该替外送人员投保全时段保险，也就是毋是接单期间嘛需要保险。毋过协会积极，若是外送人员一个人订了真侪间平台，毋是接单时间发生意外时阵，理赔责任问题尽派处理。平日不保，我只保周末。因为我觉得我周末风险高，这样也叫是碎片式保险，它等于是把保险的保障期间把它分段去处理。我们当然是这个条例通过是最主要是一个指全时段型的那个意外保险，没有去分那个什么单跟单之间的空档啊。台北市府表示，外送人员是毋是一个人订了真侪平台，业者会当用系统管理。按协会所建议的采破碎型的保险，就是风险较悬的日时采用限定保险部分。目前经管会无同意保险公司卖。记者综合报道。确实代志都要照步来，将工课做10桩是有好无歹。台南市社会局顶日连续查到2桩无牌年舞，其中一个伫厝内顾爸幼婴，去互社会局发觉讲，无论环境的清气上还是安全方面，拢真无周至，处分伊罚金6万块。嘛要提醒这少年的爸爸妈妈，囡仔若要送去互年舞骗，就先查明看敢有合法，唔通贪俗，才袂损失权益，颠倒吃亏。所以即摆收几个啊？1、2、3、4、5、6、7。无，那边没有。社会局的人员今日伫无照李某的厝内面，发现有几若位的幼儿，拢摕伫无铺软垫的床板顶面，现场竟是空间真小，设备嘛无好。同时，社会局的人员竟发现幼儿馆仔顶移动的用品嘛拢无洗杀菌，这已经是严重影响受托孩儿以及家长的权益。而影影算算的总共有8名严重的超收，台南市社会局是开罚6万块。那这个8名里面有6名是3岁以下，那有2名是3岁以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严重违法的超收，它等于是一个非法的机构。根据社会局的调查，这名年某是无照，嘛毋是幼保相关的科系毕业，嘛无受过年某的训练，收托是已经有2档的时间，收托的费用是逐个月6000块到1万块不等，甲一般合法登记14000块较低，借厝来吸引家长。我们市区是大概14000左右，那这个应该是家长用比较便宜的这个价格就交给保姆。那另外就是它的安全跟卫生也是会让人家很担忧哈。就是家长如果要送托婴幼儿，我们还是觉得应该要送到合法的这个保姆或是托婴中心是比较安全、比较好的。而另外一名年某是无办理合法的登记，但是有年某结婚的证明，嘛收托一名幼儿，开罚6000块。社会局是呼吁
违法的收托场所，家长是无法度领取补助，幼儿嘛无投保，安全以及品质拢有疑虑，嘛真容易产生纠纷以及虐待儿童。家长的选择就要较认真。记者王正훈台南报道。人讲天下父母心，确实有影。咱来看印度这国西北边有一间公立的病院，2天内就发生10个幼婴过身的案件。政府机关调查就记者发觉讲，敢若顶月日病院内底就400多名红婴。虽然院方有承认讲医生的骹手确实无够，总是真侪做人父母的嘛赶紧安排囡仔就转院咯。印度西北部科塔市这间公立的妇幼病院，顶个月23到24这2天都10个红婴死亡，其中5个是新生儿，其他年岁拢较无2岁。更较恐怖的是，院方证实顶个月有上100个红婴死亡。消息传出了后，病院所在地拉贾斯坦邦政府遂派员去进行调查。看这间病院的基础设备报告，小儿加护病房53个病床，有超过70个儿童。供应生产设备无合规定，病房无够清气，那这因素拢可引发感染。一个拄生囝的妇人人怨叹讲，病院照顾无好。मैं कल से भर्ती हूँ पर मेरे को कंबल आज सुबह मिला है तो उन्होंने देखने के बाद ध्यान भी नहीं दे रहे हैं वो तो घर से लाए हैं कंबल कल हम बड़ों को सर्दी लग सकती बच्चों को नहीं लग सकती बच्चे तो कितने छोटे होते हैं उनको तो ज्यादा लगेगी ना सर्दी 一个阿公听讲，这间病院红婴的死亡率高，决定替孙选病院。नहीं मतलब दौरे बराबर आ रहे हैं ट्रीटमेंट हम समझ रहे हैं कि सही हो नहीं पा रहा और बच्चे को आराम नहीं मिल रहा तो मजबूरी में क्या करें। 院方表示，病院能力确实有报告，不过红婴死亡不是医疗疏失。虽上这间病院为2014年以来都红婴死亡率偏高的现象，但年差不多上升的红婴死亡，目前这个议题已经变作政治问题，引发政党之间互相批评。中政府嘛赶紧派医疗专家去这间病院了解状况，希望提升医疗品质，化解民众疑虑。记者综合报道。咱搁转来讲，伊朗的军事头人苏莱曼尼去互美国暗杀，有真侪民众去到伊的故乡要参加伊的告别式，结果煞发生人打人的意外，但已经有上无56个人死亡，超过200个人受伤了。民众赶紧救倒伫涂骹的人，边的人嘛去看其他伤患情形。伊朗伫当地初7发生严重的打死人意外。伊朗国家总领苏莱曼尼这个月初去美国台死，真侪民众初7伫苏莱曼尼故乡克尔曼要甲送，收未到才发生打死人意外，几乎10个人不幸死亡，有200多个人受伤。苏莱曼尼死亡替中东局势斗争很大。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佮出现伫国家安全会议，表示会由伊朗军队公开执行对美国的报复行动。美国总统川普这是伫美国初7表示，苏莱曼尼是恐怖分子，杀死伊是政界决定。They were there to discuss bad business, and we saved a lot of lives by terminating his life. 川普进行警告，若是伊朗报仇，美国应锁定伊朗52个攻击目标，包括文化遗产和外界惊一条。川普初7解讲，也遵守法律，犀利的对待伊朗的文化遗产，不过嘛强调伊朗卖学别来。If Iran does anything that they shouldn't be doing, they're going to be suffering the consequences, and very strongly. We're prepared. We're totally prepared, and likewise, we're prepared to attack if we have to, as retribution. 两国互相呛声，互中东局势变得较紧张。不过伊朗进行宣布，未去遵守2015年伊朗核子协议第5个流程。外界解读是了条核协议，不过伊朗副外交部长表示，因的行动无代表停止，或者退出核协议。记者综合报道。顶日咱有报讲，澳洲树林野火，但已经烧去3地台湾的看，烟雾窜去到12000公里外南美洲，伫咧曲里甲阿根廷这个国家拢看会到。警方调查发现，讲有一部分的原因是人去放火，已经起诉24个人。虽然空气污染真严重，不过正月20要举办的澳洲开始。雪梨港湾大桥、雪梨歌剧院伫咧烟雾当中，根本看袂清楚。澳洲野火烧掉面积已经要1000万公顷，差不多是3个台湾。大火烟雾毋但造成当地严重空气污染，佮飞到12000公里外的南美洲。对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的卫星影像，会当清楚看到烟雾已经飞到阿根廷的天顶。阿根廷气象局表示，这块烟雾是对风面系统由西往东刷来。
智利气象局话讲，透早了会当看到日头光泛红。We can't pretend that this is something we've experienced before. It's not. It's the concurrence of events. 新南威尔斯警方初六发声明，这届澳洲野火有部分是人为放火，14个人面临起诉。去年11月展开调查，183个人涉嫌，其中有40个人是青少年，因分别违反消防法令、乱弹昏头、放火、危害生命，造成205大的心灵火烧，面临的处罚对罚钱到上重关25年。澳洲网球公开赛20伫墨尔本开始，墨尔本嘛受到烟雾的影响，引起球员烦恼家己的健康。前世界球王、目前世界排名第2的球星乔科维奇嘛建议延期。不过主办单位澳洲网球协会表示，大会离竞赛场地数百公里远，比赛会照常举行。I don't really care about the praise too much. I just think. We got the ability and the platform to do something like that. 澳洲球星红河这坏小子的科尔吉欧斯，伫这个月初伫咧布里斯本比赛时，嘛宣布要捐钱救灾，佮老目屎呼吁各界关注。科尔吉欧斯来自坎培拉，伊表示故乡的天顶即马嘛有大火烟雾飞过，看到有毒的空气伫咧全世界拢有，伊感觉真艰苦。记者综合报道。旧历过年就要到了，海关防止非洲猪这工作压力嘛增加。早起来到台北松山机场视察的农委会陈吉仲主委表示讲，过年期间会加派300名的卡手，伊嘛呼吁饲猪仔场，就要彻底落实饲猪的喷爱先用高温清过，才落去饲猪，若无相当的罚款200万。国际航班的托运行李一落地，就要先进行电工检查。旧历年过年要到啊，台北松山机场继续严格检查旅客行李，就算为非疫区日本来的旅客，手关行李嘛爱100%检查。我们这边就是可以做到托运行李100%，然后旅客的行李就是手提行李的部分也是100%的。去年过年期间，了中国是非洲猪这疫区，今年台湾是要面对着周边11个国家拢失守啊，边境检疫的工作压力大增加。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过年未休困，会增派300个人力投入，嘛搁一摆提醒旅客千万唔通带猪肉制品来送礼。我们的火腿，包括我们的香肠、我们的腊肠，这些的腌制品里面，如果有非洲猪瘟的病毒，它是最高的传染风险，因为它没有经过高温的蒸煮。除了边境主委陈吉仲更加呼吁，过年期间7000多场饲猪场一定要做到喷高温行过才会当饲猪。环保甲农政单位会继续来稽查，若查到违法，因为已经修法，会提悬罚金，第一届罚3万块，上重会当罚到200万。记者林正文、吴亚宝 SNG 小组台北报道。讲到过海关，英国一间民间的顾问公司统计，世界上摕 passport 护照出国，通互外国欢迎，唔免申办签证就当入关的排名。日本连续3档排头前，有191国拢欢迎因迄本护照免签证就当直接去到地，是全世界公认上界好用的一本护照。咱台湾嘛有146国免签证，世界上排第32名。中国是输咱袂少，排第咧72。顶部局办护照，逐工排队人拢真多。根据观光局统计，107年个人出国超过1664万人次。摕台湾护照到底敢无方便？大多分辨就答案是肯定的。台湾目前还是蛮好用的，目前没有碰到困难，还蛮方便的因为曾经去过几个国家是不用签证。英国顾问公司逐年都会公布亨利护照指数，根据各国免签国家数来排名，调查全球上好用护照。按今年上好用护照，只有日本摕到冠军，有191个免签证或者是落地签。新加坡以190个免签国排名第2，南韩、德国排第3，有189个免签国。台湾以146个免签国排名第32名。亚洲国家马来西亚排名第13，有178个免签国；香港有169个免签国，排名第10，拢伫台湾头前。不过中国、印尼有71个免签国，排伫第72名。社会富裕啊，我们的这个出国的人相当的多，在国际间的活动的表现也都是相当受肯定的。那我想那个政府还是继续在跟很多国家协商，对这样的一个免签国的数量其实还可以，还有机会继续来往前增加啦。学者分析台湾护照的全球排名，先无伫头前。按过台湾经济社会力强，民众旅游的素质高，受到各国欢迎。若毋是受到中国打压，免签国会更较济，应该是袂适合南盘。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政解说两句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讲出国，说出国，讲到出国，咱一句话讲叫做过咸水的。这过咸水的，就是讲外国进口来，咱嘛讲叫做过咸水。啊，若无，咱去出国去到外国读册，嘛共款讲叫做过咸水。啊，实在即句话吼，伊都毋是字幕表面意思伫咧解说咯。因为永早会讲过咸水，咸水就是海啊。坐船毋则讲过咸水，但即马时代变迁，出国真侪拢坐飞机，毋过即句过咸水又原留落来。啊，台语内底有真侪哦，拢毋是字句表面的意思。咱若要了解即句话真实的内涵，咱就要去想讲，这毋是即句话表面咧讲即几字尔，国情讲一个过程，互你来参考。一工我去阮朋友遐坐啦，看到伊咧泡茶，啊好朋友知己的，我就出嘴甲开啊。我讲好，啊你这茶吼，别人来你就泡迄个一斤3万的呢。结果吼，我看你啉即个茶请我，那像吼拢茶机啦，这一斤毋300的，你大细汉差遮济。即句大细汉差遮济，嘛毋是表面意思的解说哦。若讲恁兜的囡仔甲别人囡仔身悬落甲下有情差，你就爱讲落甲下差遮济，因为大细汉差遮济即句话，已经单纯就是咧讲吼，哦你看我较无，看伊较有，分大细汉。毋是字幕表明的，讲身悬大细汉即个意思哦。阮朋友因甲我知己，所以有人甲我应，因安怎呢？伊讲大国情啊，我迄个3万的吼是兄弟万、兄弟万、天地嘛万。你吼毋通安尼，连我都甲我欺负落去，连我都甲我亏惨落，你真正惊毋知咯？伊甲我应即句，即原来台语内底，毋是用字幕表面解说。咱即摆咧讲惊毋知咯，是讲看无方向，毋知影讲。到底代志安怎样发展？若讲真正有诶，咱会烦恼讲吼，伫外口面，因为厝里诶人无去带吼，惊甲碰见。即摆是较少咧讲惊毋知咯。咱会直接讲即个爸啊啊，都惊甲碰见去。啊，即句惊毋知咯，都毋是哦，是真正咧讲吼，袂晓判断代志诶方向。啊，讲到遮，我过来讲我另外一个朋友，即个朋友吼是社区诶药师啊，是读药学系啦。一工来甲我问，伊原来有加减咧教国情啊，研究台语啦。伊讲国情兄，我咧想吼，较早阮老爸拢咧讲一句话，讲台湾人吼放尿超沙袂做堆啦。啊，我认真甲想，因为我读药学的嘛，我想讲吼，世界各国无论倒一国，迄人放尿超做堆啊。若超沙会做堆毋对，就有足黏的吼。我才甲讲。阿斌啊，我即个朋友是阿斌啊。我讲你毋通误会啦，即句放尿超沙袂做堆，嘛毋是表面上的意思啦。即咧讲啥？讲人咧口说台湾人讲做人吼，袂团结袂合好啦。吼，就是安尼哦，无怪人讲吼，放尿超沙袂做堆，袂当直接理解哦。确实就是安尼。真侪台湾人即马吼，拢毋是看表面的意思啊。啊，国情吼讲出来，互大家做参考。当然，咱继续来关心咱的环境。我嘛要继续讲，伫咧宜兰有一个民众咧翕鸟食的时阵，发觉有一只乌面腊飞去互掠动物的搭夹掉咧。啊，因为乌面腊飞是一级的保育动物，伊也赶紧通报宜兰县农业处来处理。毋过农业处的人员一个挖紧，即只乌面腊飞就飞去了。啊，农业处的人员嘛讲，会继续咧找即只乌面腊飞，望讲会当将伊骹底动物搭紧套起来。伫咧冰晶的水面上，一只乌面腊飞拢无咧震动，啊，毋过斟酌来看，伊的只骹有小可无正常。民众佮甲镜头刷较晚咧，发现讲原来这只乌面腊飞的骹有拖一个铁虎。那飞起来我就看说奇怪，为什么脚上好像有抓这个东西还是哪样？因为我们远看是黑黑的，后来我们用拍照用的那个当一个捕兽夹。记录影像王先生讲，原本伊初六早起来宜兰打溪翕大鸟，想袂到所发现有乌面腊飞去互铁虎夹掉咧，甲其他鸟仔自由伫飞比起来，这只乌面腊飞拼死想要甲铁虎用掉的模样，互人看甲真毋甘。因为乌面腊飞是一级保育类的动物，伊嘛随通报相关单位来处理。啊，毋过农业处的人打挖过，边个鸟仔去互惊到，就连这只乌面腊飞嘛对咧飞走。那如果有可以靠近它的机会，或有其他发现可以做处理的机会，我们都会一并做处理。刷落去，又出日，造成讲菜头、马铃薯、甲肥凉的菜，拢真侪吼，紧烂去，叶仔嘛拗去。啊，早起嘉义县政府农业处就去到新港勘查马铃薯农业损害情形，真侪农民拢感慨讲，但这回损失甲安尼生，年真歹过了。马铃薯的叶仔连日甚至是烂去，嘉义县新港乡的农民
原本拍算伫过年后要收成的马铃薯，因为旧年年底大雨的关系，即马损害袂少。180的本啦。对，伊收会当收偌济哈？你都爱顾会水啊，你像这个水会当收3栋外，你袂水就是无够本钱啊。你像俺都爱了钱啊。即马也无2两以上的人就唔啊安尼，伊就唔敢采收，就唔收啊。安尼就爱了啊，1分地就本钱可能爱了1万外块啊。今仔日上午，嘉义县农业处会同相关单位来到产区勘查，了解实际情形。农事处的人员都表示，新港地区马铃薯种植的面积有300多公顷，初步有发现水上烂根的状况。我们刚刚现场挖的话，它的根系大概都是已经有腐烂，所以可以看到它地上部大概都已经萎凋，然后叶部有腐烂的状况，那会影响到后期的产量。嘉义县农业处表示，目前已经知影菜头、培林啊、甲马铃薯拢有受到水伤的状况。农委会嘛针对嘉义县当局先开始办理菜头损失的天然灾害救助办法，而其他的作物嘛会伫统计了后，再来向农委会争取补助。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确实年要到了，桃园启英高中的王美智董事长连续13天任苦地出来帮助低收入户家庭的学生，到当已经超过1万个。王董事长嘛鼓励因，家庭虽然困难，环境虽然有限，嘛着要把握机会，认真上进。伫要过年啊，启英高中董事长王美智家己提钱，发出817个5000块，拢总423万5000块的大红包，帮助启英地平桃园市各种低收入户学生反渡过年，甲减轻家庭负担。摕到红包，学生的心是真温暖。我领了6年的这个岁末寒冬大红包，在第一次拿到红包的时候，我记得我妈是煮那个姜母鸭，然后我到现在都还是很感动。对，其实蛮感动的。妈妈16岁的时候，然后就过世了，是爸爸中风，然后在养老院，然后就是我现在自己一个人半工半读。连续13年无断，王美智帮助超过1万名经济困境家庭学生度过寒冬甲佳节，发出红包累计4737万，被启英地平的高中学生，该亲戚叫做妈咪。伊也激励社会上真侪出身战车、奋发上进、得到成就的故事，鼓励学生爱上进，嘛爱知影感恩。鼓励孩子们，贫穷不可怕，可怕的是呢，你的心里是不是觉得呢，这个不上进？要对自己有信心啊！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要放弃自己。另外，妈妈就感连续领了6年岁末寒冬大红包的学生刘胜宏。今年考调台大会计汇报，也得到增加颁发20万的奖金，完全免烦恼台大学费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桃园市以外，搁来讲6都的高雄市，大人、青年人互相带做伙，这款政策会当互相照顾。这高雄市当地咧推动。头一档这款主体今日发布，是用旧的警察宿舍落去改建，拢总有48户。65岁以上的老大人，各有20岁到40岁中间的翁仔某，拢通去申请要租，按算5月就会完工，租金差不多是700-8千块一卡档。每一个房间拢改成有门，会间嘛有无障碍设施。这一户是予65岁以上老人住的厝，隔壁是一般的装潢设计，予20到40岁少年翁仔某住。高雄市政府推动的老青共济公寓头一件公开，宣布5月完工就租。我们的2间房间都是我们的年长者，还有可能隔壁间可能就是我们的年轻的小家庭哈，都是我们希望是在这一栋我们的年轻世代跟我们的年长者都在这个环境里面可以来相遇，互相的打招呼。规栋48户、32户予少年家庭，16户予老人，14平的空间，市府以市价8折算，租金大约伫7000到8000块，希望予少年人减轻税厝的负担，嘛请少年住户帮忙陪伴照顾老人。民众认为用意真好，介绍买吸引少年人，但同等租约6档，对老人不方便。有家庭的话，基本上会蛮适合，会互相的扶持照顾。对，所以觉得推广的话，伤少啊。当迄个看人的需要住多久，就住多久啊。
市府表示，部分救助的规定会个根据实际上路以后的状况调整，但是申请的民众伤济，嘛会讨论适合的挑选办法。除了老千强基，目前也搁推动老人分出厝内空间，说服少年人的老千分组方案。如果8档内会有每合成功的案例，记者王家春、大兴坤共同报道。讲到税处，内政部和新北市政府目前甲社会福利的团体合作。将进前为着世界大学运动会，伫咧南口起予选手来大遐个大楼，内底一寡户数提供社会团体以3成的市价先税起来，再运用捐款免费支持遐去遭遇着家庭暴力的负人人甲幼囡仔入去占大。受到长期去予因翁拍，一直到万早囝看袂做报警，来民间团体接受安迪的过去，也是挡袂掉讲到目屎流、目屎滴。全台湾每一年有超过10万件的家庭暴力通报案件，民间团体统计，受到暴力的妇女离开暴力的家庭，可能搁要面对诉讼，生活中间平均要3档。在庇护期间，我只对相对人申请1张保护令，而前夫对我的提告非常的不满。反诉讼告我，只要可以告的，他统统都告了。为着斗相共安置受到暴力的家庭，民间团体甲南口世大温选手村部分的社会主体组落来，提供大甲下课了后的照顾，还有专门的食饭空间，提供予安置囡仔食暗顿。已经有12个家庭来住，目前课目款伫1期，上少会当提供1年半的服务。他们课后之后，他们可以来这边写功课、吃晚餐，就是也让，因为很多的妈妈她其实赶不上，她7、8点就回来，所以我们又连带要解决她课后照顾跟她托育的问题。我们是用尽可能已经最低的标准来收取这样的租金，其实就财务来计算，我们还是亏本的。内政部表示，政府用市价租金超3折的计数，甲社会主体做好 NGO 团体，未来希望北部、中南部拢有这款合适的空间，和社会主体功能会当更较多元。记者综合报道。新闻点心档，咱来讲，一年按算要伫咧公元2024年开始签刷首都。顶阵啊，政府嘛有举办比赛，互人民规划看新的首都要安怎设计。咱来看掉头奖的作品。建筑部靠真大的热带雨林甲湿地包围，这个甲自然生态结合的绿色都市设计，是印尼2024年千岛婆罗洲东加里曼诞生了后，未来新形成首都主要的外观。印尼官方最近对超过750件来比赛设计中，建出新都规划比赛优胜者，那前3名的作品，拢会当象征印尼的文明进步，加环境友善特色，mau带念后代子孙使用条件。Hutan menjadi inspirasi kita di dalam membangun. Bagaimana kita belajar kota ini menjadi bagian dari ekosistem alam yang terintegrasi, dan itu juga menjadi satu langkah awal kita untuk。首奖设计甲总统府、国会甲司法机关设伫的首都北部中心市商业区、主体区集中伫南平。另外，佮起一座人工湖，那湖的四周围有纪念碑、宗教中心、甲广场等各种设施。设计团队想法是一座紧密城市，建物集中，互民众用行，提当到真侪所在。差不多5600公顷土地，有超过一半的老造绿地。不过，印尼当局表示，应该参考另外2组得奖的设计团队，甲国际专业人才意见来打造新都。预计明年1月份会带前3名团队成员去新都实地调查，为中政府的区域开始规划设计。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看缅甸一国昨发现新版1000块的纸票，顶悬所印的人头像是目前国务主席翁山书记的老爸，缅甸的国父翁山将军。伫缅甸阳光的军行头前摆真侪人，拢是想要大选摕到新钱民众，因为即摆新版的1000块，有缅甸人介意的国父翁山将军。因为十几下了，你懂事了。有无咪对啦，佢話你就靠了對了對，就那咯。哎呀，留來對錢啊，留嚟咧那個咧，你不殘留，你冇支付起啊喎，就那落單子了。翁山將軍是現任緬甸國務主席翁山書記的老爸，也是帶領緬甸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的軍事領袖，在緬甸受到尊敬。不過只要向暗殺。1988年，緬甸軍政府掌權了後，緬甸的錢一直攏有動不到。這擺換新政計劃由執政的三個民主聯盟所推動。
行出军行，为咗民众笑甲真欢喜，展出家己手提新钱，有人提钱咧金，看起来真感动。就算排真久，也是感觉真有价值。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师大科学教育研究所的张俊安教授，伊打造出予学生用网络互动的教室，求学问有来有去，学了愈紧嘛愈趣味。恭喜答对了。伫网络顶面查资料，用乒乓选答案，显示伫头前的荧幕内底，行动学习已经是趋势，但是一间智慧教室爱开真侪钱，嘛毋是大家老师拢会晓运用。为着这件代志，台师大科教所张俊安团队打造云端互动教室。这个第一个题目呢，是一个选择题哈，你如果答对呢，我给你20秒的时间答；如果你答对呢，我给你20分哈。它的界面非常的简单易用，所以我都跟我的学生讲，就是说，如果你去当老师，你只要在你课堂上用一次，你就熟悉它80%了，因为它手机版简单易用。唔免掠 App， 还是电脑软体，学生使用会当就房的手机啊，还是平板入去网页，就会当操作。老师出题的时阵，学生有文字、图、表情符号表达想法，系统会自动整理分析，嘛会当因为安尼来了解每位学生学习的状况。你可以发现，其实学生也很想回答，可是学生因为可能是我们文化的因素，所以他不太会主动哈。可是，一旦用到这个系统，你会发现所有学生的 idea 全部都跑出来哈。张俊安指出，系统就算4年外，全球已经有超过5万的师生注册，超过50万道的使用记录，而且开发15种语言版本。目前台湾中小学也阁禁止学生上课时阵使用手机啊，但是伫新北甲台自由课程，未来嘛无歹拄会建立题库。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去年11月，有真侪台语社团伫高雄做伙举办台文博览会。活动虽然已经结束，不过到今因推动台语文，依然继续拍拼，无断站。大家敢知影？其实民间有不少台语社团，像高雄都有5、6个。其中，当到台语开讲社的社长吴家明，特别发起台文博览会，办1个月活动。普通时啊，伊就真热心推广台语。你若长期接触就是台文相关的社团啊，还是讲读册会，你会发现讲少年朋友其实足少的。啊，所以台文博览会其实想要办，就是因为讲想讲青少年朋友伊敢有可能有这个机会去伫伊的生活内底是有接触到台语，也是讲台文这个物件。和其他本土语同款，台语社群嘛有个人化现象。台文博览会的志工，大家私底下拢用家己的方式来创造台语环境。但是面对台语环境流失、甲家庭母语教育适应的问题，要是需要学校教育来当推测，台文博览会志工带行文，就是讲少的台语老师。这是虾米会？这是米粉茶。米粉茶，这是无可能一礼拜学一节课，你的台语就会写叫。行文老师无遮尔厉害，不过你上了台语课，你至少是欢喜是快乐的，对这个语言是有真好的期待，唔是对伊片想的，感觉伊足粗俗的，所以这个态度是一个足基本的要求。教育部自98年开始，伫国小推动本土语言必修，逐礼拜上1节课，互学生认捌台语的文字和用法，嘛希望透过教育并联动社会对台语无好的语言态度。虽然台文博览会已经结束，不过会当伫生活当中继续实践讲台语，才是上要紧的代志。记者卢尚如、丁凯文、丁凯峰综合报道。这2天因为东北风有较强，台湾各地头的气温嘛略有降挂。下半部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同齐做伙来看。北部17度到23度，中部19度到26度，南部20度到27度，东部19度到26度。今仔平湖14度到23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吴福清。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